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（Fo Guangshan Buddha Museum）。玄奘所译包括大小乘经论、因明论及婆罗门书，其胸怀之广，学识之博，实非其他译者所难企及的。一开元释教录选列，其书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，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1卷，解深密经5卷。教育推广讲座，玄奘大师跟着玄奘大师去取经。大师系列一空法师，还有很多呢，还有3张还是4张图片还没有扫描，可以把它权限，可以把它复制，按这个小磁碟片那个图案储存。你看可以储存。有4张还是5张图片呢？这是第1张而已。